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非常日之二，領銜主演馬國明、高海寧、劉永璇、朱文翰、周家樂、洪永城、郭柏妍、吳偉豪、戴祖儀、鍾柔美、張馳浩、徐榮。故事大綱：香港國際機場轉型做一個集商業、文化、旅遊於一身嘅機場城市。楊尚偉、呂子珊、陳傑、李勝祥呢4位機場骨幹迎接職業生涯嘅新階段，孭起傳承專業嘅使命。3個背景好唔同嘅後生仔女加入機場團隊，天才少年程日飛去珠海主理第一個經珠港飛嘅跨境旅行團。有錢女葉舒欣投身做客服同停機坪運作，前偶像派車成軒轉行做機場保安，揾翻自己嘅價值。機長郭啟光一次降落嘅決策引發爭議，暫時唔飛住，轉去航空學院做導師。新澤副機師方可怡喺停機坪運作完關宇安嘅睇住下展開飛行旅程。空服員張穎調咗去中轉大樓做地勤，挑戰新崗位。